Jawai tu sa ka jaman-jaman na makai tina na sulivat. Sakatu sa ka jaman-jaman na urita supuin a kaino at samas. Imazay to a Yeremia a sulatan. Imazay to a sapatapuru kato tiro kayan. Imazay to a itakaran. Pato tapuru kato tiro akaran.耶利米书43章1节到13节。耶利米被带到埃及，我向他们说完了上主他们的上帝差我转告他们的每一句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沙利亚、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以及所有傲慢的人就对我说：你在撒谎，上主我们的上帝并没有吩咐你禁止我们去住在埃及。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煽动你出来反对我们，要把我们交给巴比伦人，让他们杀害或把我们掳到巴比伦去。因此约翰南所有的军官和其他的人都不肯听从上主要他们居留在犹大的命令。约翰南和所有的军官把残存在犹大的人和从各国返乡的难民都带到埃及去，其中包括男人、女人、儿童和公主们。他们把尼布沙拉坦护卫长交给基大利管制的人，包括巴路和我都带走。他们不听从上主的命令，来到了埃及的达比尼。上主在那里对我说：你要当着以色列人搬一些大石头埋在达比尼王宫门前广场的灰泥下，然后向大家说：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要带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到这里，他要在我所埋的石头上安置他的宝座，张开皇家的帐篷。尼布甲尼撒要来击败埃及，那些该病死的要病死，该被俘的要被俘，该战死的要战死。我要降火烧，烧毁埃及的神庙，巴比伦王要烧毁他们的神明，把他们掠走。他要扫除埃及，得胜而归，好像牧人除去衣服上的跳蚤。他将毁灭埃及太阳神庙的石柱，烧毁埃及的神庙。埃及开诺什么？Satu cu asinana purwakai mazai tua bijua karan，他们不听从上主的命令，来到了埃及的达比尼。耶利米书43章7节。Tutsua kajam-jaman asini pupatarvan kipaparangas katoa kiparain， 信靠与顺服。遇到危险时的危机意识感，能让人更敏锐察觉环境的变化，适时采取保护措施来应对可能的灾难。但长期处在不确定和恐惧中的人，如果自我保护机制过头了，不见得的是好事，反倒可能过度反应，使原本的保护机制变成伤害，导致扭曲对事情真相的了解。当先知耶利米忠实地将上帝的指示向犹大领袖们逐一说明后，没想到这群领袖听完竟然马上变脸。他们指出耶利米在说谎，宣称他是受巴路煽动才会反对他们去埃及。他们完全把之前向耶利米承诺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就是不论结果如何都将照办的承诺。这样的反差令我们感到疑惑，这群人到底怎么了？如果他们心中早有定案，只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
为什么还要劳驾先知向上帝祷告，进而演变成拒绝接受上帝旨意，留下违背上帝的污点，甚至要为此付上更大的代价呢？细究这段经文的脉络，可以确知一件事，就是这群由约翰南带头的领袖们，在流亡的处境中，他们害怕两件事：战争和饥荒。在上帝给耶利米的信息中数次提到这事，上帝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害怕战争和恐惧饥荒而逃难，因为若这样做反而会加速战争和饥荒的到来，更要面临瘟疫的灾难。事实上，任谁都不希望经历战争、饥荒和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群寻求上帝的领袖们却因恐惧作祟，无法相信来自上帝的应许，反而被害怕的情绪绑架了，甚至进一步将所有人，包括先知耶利米和巴录，都带离犹大地，进入了埃及的领土。面对战争、饥荒和瘟疫的威胁，人们总是想要找寻出路，让自己的生命或家人找到可以安顿的地方。就像近几年乌俄战争、以哈战争波及的地区，造成大批人民逃难，断垣残瓦的家园，前往安全的庇护所。在新闻画面中看到位于战区的住所因为炮弹攻击炸毁，发生断粮、缺水的危机。许多国家伸出援手进行人道救援，除了供应物资，也提供逃难者庇护所，让处于战争的无辜民众可以暂时拥有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反观约翰南这群人，上帝透过先知向他们保证存活之道，就是选择留下即可远离战争、饥荒、瘟疫。然而他们却选择不听从，宁可让心中的恐惧宰制他们，最后平安终究远离他们，实为可惜。Ayo mana sili palarai tu soka jaman-jaman kipa parangan katwa kiparai satu cu asini paki nama tanujen。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我要如何确信上帝的旨意并顺服Sinaya tu soka jaman-jaman aurita kigalui na kinumnem latinana gemalo kinumnem aikana pasamarau ka enuri。亲爱的上主，我的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我会本能的为眼前短暂的安全感而选择不顺服你的旨意。求你让我明白，在危险时刻，你仍守护在我身旁。让我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为我开辟的救恩之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 tu cua ka jaman-jaman na makai Cina misila-selang sumupu kilaroy ta kaino aja kama semat saka latina na kemasaran tu aja kama semat ya nusu-suwancin tu aja mondai tu aja sisrapai ori makaya Cina na kipaparanga sakiparain tu amana ta kama semat ya masarucin tu izo semasa lemaka janujin papo pisur paselunga tu aja kinejuan tu aja varun tu aja kineman saka masarucin tu izwa papujaran tu aja kama janujin tu aja kama semat janujin nama polat saka latina na kemenang akipaparanga sakiparain tu amana ta kama semas tu varun tu kineman ayakana demikikija pasemarau apa bisu ratisu na tiakan saka mali latina na suliva tutswa kene adavam taja pingan